大家好，今日係1月15號星期四，咁啊，琴日咧港股係上升嘅，開市恒生指數升123點，國企指數升42點，科技指數升25點，阿里巴巴升2.4，令到港股上升，咁啊騰訊升1.04，匯豐升0.47啊。咁啊，但係攜程咧就跌3%，係跌幅最大藍籌，因為政府向佢展開反壟斷調查。開市之後咧，港股急升，升200幾點。主因就係因為阿里巴巴嗰個簽文錄得成1億個活躍嘅用戶，係中國最大嘅人工智能軟件供應商。咁啊阿里巴巴升5.3%，騰訊升1.67%，咁啊恒生指數升200幾點，升破呢個27000點啊！咁啊優泰科技發盈喜升呢個14%，智譜開發人工智能軟件升15%，美盟升10%。上晝收市咧，恒生指數升246點，國企指數升82點，科技指數升90點，成交1626億元。下晝港股回吐，內地政府收緊呢個股票孖展嘅融資，咁啊恒生指數回落200幾點，咁啊跌破咗呢個27000點，去跌成68點。咁啊，美團跌3.8%，平保跌2.3%，拖累港股下跌。咁啊，但係咧就阿里巴巴反彈5.7%，阿里健康反彈21%，帶動港股回升。仲有快手升4.8%，騰訊升1%。咁啊呢個收市恒生指數咧係升151點，啱啱升唔破27000點。國企指數跌升30點，科技指數升38點，成交3404億元。咁啊，琴晚美股係下跌嘅，早段就因為美國銀行股下跌，佢就好似花旗銀行大跌，拖累咗道瓊斯跌300幾點，但後尾回穩。但係科技股就大跌啊，因為特朗普向進口嘅半導體徵收25%關稅，呢個亞馬遜啊、微軟啊等都跌2%，英偉達跌1.4%。咁啊呢個標普跌37點，道瓊斯跌238點，港股預託證券係跌72點，夜期跌73點。咁啊預計咧今日港股會下跌嘅。